严肃是因为你自己想象出来的。你今天很难聊怎么会呢？你知道新竹有个地方叫难聊，你是住那里的。然后 news 大家好，我是 J Sean， 这里是吕世轩 ，Trout Fresh。我们今天要来做咖喱牛肉。为什么要做咖喱牛肉？因为过年期间嘛，做一个跟年菜有关系的东西。那咖喱怎么会跟年菜有关系呢？你做就对了，你先不用问那么多。哇，太凶了！你这样看我很紧张没事啊，因为是你的食谱啊，你知道其实我很不擅长处理肉。你不擅长处理肉？应该说我一直对那种顺纹切啊、逆纹切没什么想法。反正你就把它切丁就对了。好，这个我 OK 了。对啊，简单呐、煮咖喱谁不会煮啊？外面抓个隔壁老王，你这样说也是啊。他说我老。他隔壁的那隔壁老王，隔壁的那个老王应该是会的。你确定这边都姓王的？算是常，但现在因为我在台北的家没有厨房，所以就会比较少机会一点。你家没有厨房啊？我现在住的没有。不是有小的那种微波空间也没有吗？太小，我不喜欢整个，因为我等于说油烟。对，我没有抽油烟机，它就是一个可以热东西的地方。这样很麻烦。说真的。现在就不会，因为小到你不会想要找到地方切菜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可能小到你看了就没有做菜的欲望这样。我可以煮饭的琉璃台上面是拿来晒衣服，现在是这样。我是不是觉得我上节目好像突然跟你气氛变得很严肃？怎么会严肃嘞？严肃是因为你自己想象出来的。你今天很难聊怎么会呢？你知道新竹有个地方叫难聊，你是住那里的？我不知道，新竹真的有地方叫南寮哦。有啊，叫南寮啊。真的假的？南寮渔港啊。南寮渔港啊。对啊。蛮屌的。你一定是南寮人。你不要在其中一员的嘛。不要在那边可以了。我是聊天战士的。有做过什么创意料理吗？比如说暗黑料理，巧克力加饭那种分。这种不会给人吃的，我就不会做出来。你说纯拿来挑战的，是不是？有做过吗？没有。我还真的，我刚其实就只是讲就是咖喱换里面的食材，但好像真的不会做什么。那你会为了整人，然后就故意做这种黑暗料理？就可能不小心盐放多一点，那就给别人吃掉，就掉了。他这个已经还算是有一点良心，我都不会吃起来太夸张。他说的应该是那种，就是真的很恶劣，不是给人吃。对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以前在披萨店打工，他比较坏。对，他就是他看到客人不高兴，他就把炸鸡啊滚一滚，然后再丢。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也有这样过。我以前在餐饮业打工的时候，我什么下岗的事都做。哇！所以我是奉劝别人去餐饮业，你要跟服务生吵架，你结完账你再跟他吵架。不然我什么都会喂给你吃。那你有曾经在客人的水里面吐过糖吗？好像有吧。他刚刚都说了，大概你想得到的他都你想得到的、啊，对吧？吐痰小意思，还有更可怕的。好懂。这可以讲吗？啊？这可以讲。人性的险恶。哇！社会走跳，街头兄弟注意，街头兄弟在餐厅，管你饿不饿。不是嘛？那些人敢在餐厅去对着我的脸造口业，那我给他吃什么也是他活该哦。你这样说蛮有道理。对嘛？你造口业，你就是会有现世报。也是写剩一首歌了。对。然后做七七八八的很复杂，可能这一首比较多，做的比较多东西，那首做的比较少那样之类的。对。但我就是想说，写完一次做。他是一个非常关心自己好朋友的朋友，他什么都，他可以自己的事放在旁边，然后他就会一直问说你的这个做完没，那个做完没。所以讲电话会讲很久是有原因的。
话讲过多久？他以前在纽约的时候，我平均每天跟他讲电话都有4个小时。重点是我问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一样，我想说，那你有在睡觉吗？两个加起来8个。对，算起来没有，就是对，那你其他事？我要解释一下。就无聊嘛，一讲就可以讲很久。而且他之前在那个做音乐之前，不是在做音乐可以成为正职之前啊，应该这样讲。他那时候会去那种一个实验室打工这样。我是半夜上工作，就是一个很奇怪的那种中研院的实验室工作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在里面一边做他实验室的工作，然后一边跟我在 freestyle 打赛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就是用电话，然后会练习 freestyle 这样。反正他就是你知道，我就属于他夜班的那个聊天朋友啊，他有早班的，然后他有中班的这样。不会有早班啊，会不会早上起来？有时差。没有，我后来也回来啦。是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好像还在中研院还是什么？有还待一阵子，我还去接你飞机，你忘了？我知道。对啊。他刚回来之后比较胖，真的比较胖，跟现在不一样。我以前大肌肉。那个时候真蛮胖。他当完兵其实就已经差不多是这个样，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感觉一颗马铃薯进去给人打出来，就变另外一个。对。为什么是马铃薯啊？我比较好奇。我不知道，我就突然觉得，什么叫做一颗马铃薯？他以前在美国的时候，电话里都会讲很多东西，多好吃，多好吃，我没吃过，就是只能听。但他还是会一直讲。我说我真的没吃过，他继续讲，他没有要停下，他会讲到一个段落，确定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。他说不信我找给你看。你去看 TLC， 他会管你吃过吗？他还不是一直讲。不是啊，我可以选择要转台啊，你不能选择转台啊。讲的也是。你可以选择挂电话啊。有，我后来有一些想了蛮多种挂电话的方式，有蛮多种，有一种就是喂，这样。我也有装过收讯不好，我就拿那个斜的刷子在里面刷。你好辛苦哦，你为什么这么辛苦？因为你也不会跟我计较说你刚怎么样，你其实就是换一个人在打，所以我就找一种比较有创意的方式，也让我练习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方法会成功。后来有逃掉一些不想要接电话那些朋友，都是接到我。是不多。其实你要逃掉，你就不要接嘛。对他常常会说，他不会管你什么时候打，还说你可以不要接啊。说哦，你可以不要接。所以我后来懂一件事，就是我如果真的没有想接，我就先不要接。然后如果他打2通，好，那觉得应该有点重要，打回去。那重要吗？有时候还是不重要。有时候我讲不过他，是我会硬去伤害他。你喷到我身上了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！哪里？不然我干嘛叫？奇怪。我想说奇怪，看我白白的。你才奇怪吧？你会不会倒扣啊？会，他刚刚的新年新希望应该就是可以入围金曲奖吧。这不是已经生日要许过了？再许一次啊，力量要集中啊。那我觉得他今年新希望应该也是我希望我入围金曲奖。我今年新希望他入围金曲奖。你看没有，不是入围而已，是得金曲奖，得金曲。他每次都只有入围，他什么奖都没拿过。我真的什么奖都没拿过吧？对啊，我真的什么奖都没拿过。他每次都入围，而且他有一次入围3项，然后1项都没拿到，我就想说，给他1项就好。对啊。这样说不过分吧？他这样说完全不过分。对啊，是他的心声，对，绝对的。谢谢。真的，你看完你才发现，哇靠，有些人真的是天生是命苦。对啦，但是就是命苦，然后煮东西很好吃。
给他给他，不是入围哦，是得金曲奖，希望他拿下来。不重要，能拿一个他觉得拿能拿设计包装奖都可以。他这次专辑设计做一条裤子，我觉得很有新意，你们应该入围。没有啦，什么都好，就是都是入围，然后拿奖就是肯定的。对。因为他现在专辑还没出来，我们也跟他专辑有关的愿望也不知道怎么许。没关系，我就只是希望今年专辑出来，然后 Instagram 可以破10万。哭一下，哭一下，拜托各位乡亲父老，大家掉几滴眼泪出来。我没有那么容易掉啦。好，你可以直接掉吗？你要捏错是你要哭，你捏他干嘛？我想说他哭比较有用啊。不是我要10万，我是说我知道，可是你看你一个朋友，好朋友帮我哭了2滴眼泪，然后希望你的好朋友、好兄弟Instagram 10万，是不是比较有说服力？一个很真心的朋友，我又不是你的家属，我在旁边哭干嘛？对吧？是浩博吗？我都哭不出来了，你替我哭出来。没事啊，这注定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啊。之后玩水鸳鸯炸到手，我也炸过。就是因为水鸳鸯很奇怪，就是它的点到就是冒烟，所以你会因为我们都拿香来点水鸳鸯，所以你就不知道它到底冒烟了没。然后最后才发现，哦，原来冒烟要丢的时候，我还不是这样丢，是把它拉到后面，然后就在这边爆的。早知道就这样丢就好了。所以你算是自己点的时候炸到。对，就是不知道它点着了。那我的跟你不一样。那你说说看。我是在那个公园。跟不认识的小朋友在那边互丢鞭炮，他丢过来的水鸳鸯，我丢过去，要丢回去爆。哦，所以就是一个玩谁拿到炸弹的，没有玩谁，就是互看不爽那边丢，然后你就赌输了。我没有赌输了，我没有跟他赌任何东西。总之他的鞭炮就丢过来，我把它丢回去。你有没有看过就是诺曼底，那手榴弹要丢回去这样？那你就是衰的那个。听起来很蠢，我的好像也蛮蠢的，就是好了算了，反正都是水鸳鸯炸。那个真的是超级痛的，很痛，就是你炸左手嘛，我炸右手，左手还右手，我有点忘记，很痛。对，然后就是整个都开呀。水鸳鸯，因为水鸳鸯的爆炸威力是高的，水鸳鸯是禁止小朋友玩的，其实他还是会卖给小朋友。对，水鸳鸯真的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开杂货店的，所以我家就可以后面乱偷一堆鞭炮出去。水鸳鸯已经是一个小型手榴弹了，真的是蛮危险的。